台湾心看世界来关心国际消息。美国总统川普进程宣布，讲要推出金卡移民签证，这个打算伫未来2礼拜来正式的实施，代替现有的这个移民投资的签证计划。不过，你唔通看见这一张的这个金卡，干那一张就要500万块的美金，也就是呢新台币1亿6千万。目前这项计划由全世界上好嘅这个马斯克领导的政府效率部负责协助美国政府开发相关的移民签证的系统。 We're working with Howard to get the Trump Gold Card operational, hopefully in the next week or so. That'll be very incredible. That'll be very exciting. It's really exciting. It's a pathway to citizenship into the United States. It's a big deal. Yep, it's a big deal. 马斯克的团队目前正甲美国的国务院、国土安全部、甲美国公民以及移民服务局的官员的合作，设计专属申请的网站、甲处理的机制。甲即摆呢，真复杂的移民程序比较起来，金卡移民的签证申请相对较简单又够紧，2礼拜内就当完成审查，发放居留的资格。 Hello， 我是张新文。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